開始之前，我哋聽一聽呢位先生嘅廣東話先。就任何手段都要用嘅，不但包括暴力手段，而且包括陰謀、講大話、唔認賬，任何人間最惡劣嘅東西都可以喺戰爭當中表現出嚟。補充一句，政治都係最難睇。你係咪會覺得佢嘅抑揚頓挫似乎較一般人更為強烈，更加有老派嘅感覺？原來呢一個現象牽涉到超過100年嘅廣東話音變。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廣東話第一聲100年演變。上集提到廣東話嘅第一聲其實本身係5-3調，喺呢100幾年先慢慢演變成5-5調。咁就等我帶大家一齊翻到19世紀末，睇下當時嘅廣東話發音啦。要研究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嘅廣東話，一定要提到 Cantonese Made Easy 呢一本書。我哋首先對比一下1888年嘅第2版同埋1907年嘅第3版，睇下第一聲到底發生過什麼事。呢兩個版本都指出咗高頻變調嘅存在，即係第一聲嘅預設讀音係高降，但係當任何字要變調成第一聲嗰陣，就會變成高頻而唔係高降。兩個版本都有唔少相同嘅例子，例如一文變一蚊，烏蠅變烏蠅，乞兒變乞衣。要注意嘅係，本身係音平嘅字都可以變調，即係5-3調變成5-5調。例如貨倉變貨倉。同時都可以發現，某啲字喺1888年係冇變調嘅，但係喺1907年就同時標註咗原調同埋變調。見到呢啲詞嘅變調讀法喺20世紀初先漸漸流行，例如聽日、月中、兩仔耶。當然可以變調嘅詞並唔係隨機咁樣出現嘅，不過今日就唔贅述啦。到咗20世紀中，對於5-5調同埋5-3調，學術界有唔同嘅講法。袁家華嘅漢語方言概要就認為5-5調同埋5-3調係一個音位之下嘅兩種變體，不過呢，佢就冇詳細咁樣說明佢具體情況。趙元任嘅粵語入門就雖然將5-5調歸附到音平調，佢亦都有明確咁樣指出5-5調喺語音實況入邊係獨立嘅調隊，唔可以隨便同5-3調混為一談。張日升嘅香港粵語音平調及變調問題就舉出5-5調、5-3調對立嘅例子，例如僧人對僧人、大官對大官，但同時佢都舉出幾個自由變體嘅例子，例如朱元璋對朱元璋、龍蝦對龍蝦。最後佢分析咗736個常用音平調嘅字後，發現5-3調就包含咗各類嘅詞數，但係5-5調就係得具體嘅名詞同埋少量嘅例外字。雖然係咁，佢指出音平調嘅分化過程係尚未完成嘅，具有5-3調嘅具體名詞詞數恐怕會逐漸咁減少。到咗21世紀，推動粵語正音運動嘅何文匯，佢嘅粵音字學提綱就堅持音平調之中5-3調常見過5-5調，不過亦都未能夠阻止5-3調嘅消亡。到咗2018年，仇思達嘅越難越愛就明確咁樣指出，高降調喺香港幾乎全面消失。張鴻年嘅香港粵語200年滄桑探索就認為，而家可以分辨高頻高降兩個調嘅人好少，一般就得高頻一調。正式咁樣指出，音平調嘅調值由100幾年前嘅5-3調變成如今嘅5-5調。當下我哋好少再喺香港聽到高降調啦。其中一位依然保留高降調嘅香港人，就係影片開頭嘅馬鼎盛先生。喺聽佢講嘢嗰陣，你可以留意到佢讀音平調嘅字嗰陣係有5-5調同埋5-3調嘅分別嘅。不但包括暴力手段，而且包括陰謀、講大話、唔認賬，任何人間最惡劣嘅東西都可以喺戰爭當中表現出嚟。正係因為咁，佢嘅抑揚頓挫比較強烈，都更加有老派嘅感覺。大家身邊有冇講5-3調嘅人呢？有嘅話，大概都係攞背啩。對於5-3調同埋5-5調，唔知你又有咩睇法呢？